歡迎嚟到聖 John Mansion， 今日 Declan 帶大家睇咧四大名山之首嘅加多利山聖 John Mansion。咁啊，進入單位啦，呢度咧實用面積咧係764尺嘅。咁我哋先進入咗個客飯廳先啦。咁啊，呢度咧做咗一啲名師設計嘅發展商佈局嘅傢俬嘅，亦都非常之歐洲啦，係屬於歐洲名牌嘅。咁同大家睇咗個景觀先。其實呢個呢，我覺得呢，其實係好復古嘅地段嚟嘅，尤其是喺何文田呢，住到一個呢咁名貴嘅山啦，同埋呢側邊呢亦都有個鐘樓呢。其實呢，呢個結構上呢都非常之新同舊嘅。哎呀，交融。係咁啊，進入翻呢個客飯廳嘅部分啦。咁佈局上呢，擺咗圓形嘅4人餐台啦。其實呢度呢都可以擴展到呢擺到6人餐台。我哋再進入去個房間去睇睇。房間位置咧，其實空間感非常之足夠嘅。你呢度可以做到3邊落床啦，其實都可以望翻出邊咧繁華嘅市景嘅。尤其是咧何文田山咧，何文田呢個位置咧，綠化嘅位置非常之高，屬於咧香港九龍咧最靚綠化位置嘅啦。好，咁我哋進入翻去嗰個廚房去睇睇啦。而呢度佈局咧，做咗一間書房，亦都咧可以咧俾咗張按摩椅咧，可以坐喺度咧去諗下嘢。平時咧可以工作咧去望呢度發嘅。咁我哋再睇埋其他部分咧。嗱，浴室上咧，我覺得咧用料上咧非常之豪華同奢華嘅，尤其是做咗啲歐洲古典嘅水龍頭啦，再加上一啲咧歐式嘅門框。我哋入去睇睇嗰個廚房嘅部分。緊廚房設計啦，呢度咧所有咧爐頭咧用上加勁油嘅。加勁油咧其實喺德國嚟講咧都非常之名貴。咁而呢度咧其實咧係市場上咧非常之罕有嘅緊廚房嚟嘅。咁好啦，今次咧同大家咧都介紹咁多啦。遲啲咧我會為大家咧繼續咧送上咧呢個聖 John Mansion最新嘅資訊嘅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